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立刻是根据环视看7月31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在原本5个人到现在将近500名的员工，甚至进入世界前3大精密定位的科技大厂，为了响应政府回来台湾投资的专案，所以将全球总部设伫南科，同时因应国际市场的需求，进一步加码投资，兴建的第2厂房嘛伫上午动土，表达企业均留台湾台南的决心。伫隆重的祭拜甲动土仪式过后，为伫台南树果园区遮有科技大厂响应政府回台湾投资专案，第1期厂房完成以后，佮决定加码投资30亿来兴建2期，希望伫600天以后，并工业4.0示范工厂，成为全球领导品牌。该公司董事长致辞当中强调，紧留台湾、紧留台南的信心，也互市场站起来拍破鼓励。这个事实上不再叫微型，是叫微型线性滑轨。一般的厂商只能做到大概5的就做不太下去了，我们还往3、往2，未来还要往到1。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非常引以为荣？这个世界在微型方面、微型方面，我们是 top 的厂商。那我们做到立足台湾，行销全球，让世界专业人士知道微型线性滑轨的领导品牌 CPC 是 MIT， 是 Made in Taiwan。会中经济部长甲台南市长拢全程到场，肯定各界大商拢将生产基地刷回来台湾，其中84间都有15间选择来台南，让国人看见科技甲经济发展的前景。主德科技伊有分2期，第1期30亿，到第2期完成76亿，要来投资咱这块土地上重要，就是要做啥？要做智慧制造、工业4.0的一个示范工厂。要啥？要有阿多啊，要甲阿多啊摇摆起来啦。哦，对于5000万以上的投资，我们也有一些这个不很多，但是很尽心、很有心意的、很有诚意的一个帮忙。那我们将来一定会跟这个经发局跟我们南科以及跟经济部做中央政府做最大的配合与合作。因为乐观奋斗外号阳光阿姨的担当署长选择31号上午的凌晨隔日来动土，虽然好日，不过日头伤炎，有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的理性调刷，嘛成为典礼当中的插曲。台新闻顾及何乔芳采访报道。为伫北区北门路大路边新的实践派出所落成，31号正式启用。市长吴依婷甲这位议员拢亲自出席，当面闹热滚滚。同时，警方为了方便民众，嘛将原来设伫公园派出所2楼的交通分队刷到实践派出所1楼。原本为伫巷仔内实践派出所，因为天下的老旧，同时交通无方便，伫市府甲民代的争取之下，也终于伫北门路新建了这个全新的派出所。31号上午举办启用仪式，多位北区中西区的议员拢亲自出席。同时，这也是新任的局长左右为第1届的剪彩。伊也强调，这个地区未来是都更的重点，相信派出所伫遮会使发挥上大的效果。将来这个地方是一个等于是都更的要点当然交通人口都会变得比较繁复一点，就是会繁荣起来。那派出所在这边，将来对交通也好、为民服务也好、治安也好，都是一个很好的地点。那所以呢，盖在这里我们要谢的人太多了，不管是历任的我们的市长特别是我们这个黄伟哲黄市长，在他任内我们能够完工，然后对我们各级的议员帮我们争取经费，让我们能有这么好的厅舍。那这样说就是说，我们远景有这样的厅舍，有这样的这么多人的支持，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最好的服务，要治安、交通都一定要做好。希望在新的我们的办公处所办公，对于治安的维护，尤其在桂霞应该是非常有一些老社区，那有一些新建筑，
有一些新住户，有一些老伯伯。但是不管如何，我们不管在大光里，或者是在我们所辖的各个里，都能够对治安做最好的这个贡献跟维护。当时第5分局为了提供民众更加方便的服务，也将原本设伫公园派出所2楼的交通分队刷到实践派出所的1楼。相信这个派出所也会使落实治安无死角的目标。台湾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台南永康地区最近出现一个全新的地标，对外口看起来参像一个大型的乐高建筑，但其实是一个大型的亲子公园。该公园日前举办盛大的开幕典礼，市长委托嘛亲自出席，期待未来这个公园将成为亲子休闲佚佗的真好选择。一来到永康区这货柜公园，就会使听到一个小朋友欢喜的声音。这个全新的货柜公园主打亲子共游，除了定定会使看到沙坑，甚至还有花草甲脚踏车的车道，连室内设备拢非常的丰富。业者表示，当初会想要设立这个空间，就是希望家长会使多多甲小朋友做伙佚佗，留下美好的回忆。我们台南货柜公园是一个亲子教育的平台那我们知道，就是每一个家庭孩子的出生都是个宝贵的礼物他成长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的短。那如何在小朋友还小的时候，能够跟家庭爸爸妈妈有很好的互动很好的成长这是我们追求的理念。因此，我们台南货柜公园结合感觉统合的教育，还有各样艺术的教育，期待小朋友在这边能够跟家长有互动。因为试营运期间受到民众的好评，所以业者也伫日前举办盛大的开幕典礼。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出席，并亲自体验花草。市长也认为，这个所在未来一定会成为亲子出游的好选择。透过货柜屋，可以带给孩子们的很多欢笑。那尤其这个货柜屋的一个巧思，就有点像我想到的，就像乐高积木一样，它可以有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结果透过这个货柜公园的这个开幕营运，我相信也期待有在暑假中以及未来会带给很多台南市民一个新的游憩景点，我们很热切的期待。丰富的设施也让所有的小朋友都耍甲非常的欢喜。家长也认为这个空间非常的好，不管是室内也或是室外，拢非常具有特色。觉得这里还蛮好的，因为就是还有室内，然后有冷气可以吹，就是可能热的时候还可以去里面就是吹一下冷气这样。然后就是外面的设施也蛮好玩的，还会想要带小朋友来玩这样。现在为了配合暑假的来到，业者也将开园的时间提早到10点。业者也表示，未来将会规划提供永康在地的民众优惠的方案，来丰富因的亲子生活。台湾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知名连锁餐饮集团每一当迎接中秋，拢会推出月饼礼盒。今年因以蓝月作为主题，推出外包装的参照名牌包的月饼礼盒。另外，还有19种不同的礼盒形式，要来迎合民众的需求。这个外观看起来亲像名牌底下的物件，其实是今年连锁餐饮集团特别推出的蓝月月饼礼盒。除了外观充满特色以外，内面的月饼也是业者用心搭配的。同时，还有一罐白兰地甲永生的茶，要互民众搭配来食，希望互消费者度过一个充满特色的中秋节。这个蓝月月饼呢，在去年我们几乎是1个礼拜就把它卖完了，所以呢，我们今年再度的推出
我相信这一块叶饼呢，大家看到了会觉得说，它不只是那个像我们讲的，外表呢非常的精美，那其实内涵呢也非常的丰富。主推的蓝叶呢，因为它价钱比较高，所以我们打到非常让你们会觉得很惊讶的，就是不到7折哦。所以大家呢要赶快。难怪说去年我们一推出1个礼拜卖完，那我们非常的有信心说，以我们这样的价钱跟这样的品质以及这样的内涵，我想很快的我们会应该不用到2个礼拜就可以把它一路清空那当然其中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因为我们要针对的说所有的慰劳员工的啦，希望价钱能够是中低价位的啦，我们通通为你们准备好了除了主打的蓝月以外，业者也有推出19种无同的礼盒，让民众选择。业者也表示，如果现在到8月30号之前预定，就会使得到早鸟的优惠。如果是喜爱吃月饼的民众，嘛莫错过这个难得的优惠，甲这个充满特色的蓝月礼盒。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对着这少年爸母来讲，除了互婴仔食年以外，到底当时爱添加副食品，或者是婴仔若拢无啥要食，要安怎？技术医生针对食副食品的时机表示，若上早食会消化不良，若上晚食会增加过敏的机会，甚至有可能欠缺营养，影响到成长甲发育。所以建议最佳的时间点就是4个月开始到6个月之间，要有耐心来养饲。根据生态病院小儿科医生陈延儒表示，伫门诊当中，有关婴仔到底是当时爱互伊食副食品，啥物会当食，啥物袂当食，一摆爱食偌济等问题是一堆。医生强调，虽然母乳是婴仔上好的食物，不过对4个月开始，得当添加副食品，补充其他不足营养，同时训练伊吞甲补，因为婴仔这段黄金期嘛是避免影响成长发育。小朋友的话，其实建议是在4到6个月添加副食品。那其实如果没有在这个我们会说添加副食品的黄金期添加副食品的话，其实在营养的摄取方面，到6个月之后，其实奶类的营养其实就会比较不足了。所以其实如果超过6个月之后才开始摄取副食品，小朋友在一些营养摄取上其实就会比较不足，就会影响到小朋友接下来的生长。医生进一步说明，虽然食副食品的种类无特别的限制，不过一岁进前避免食芳味、有肉毒杆菌的风险，以及较圆、较甜、亲像土豆容易割掉，拢无适合。只要掌握4个月开始用汤匙练习，一定要有耐心，得当甲婴仔好好食饭。但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这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天气，温度28度到34度，落雨记录4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收看7月31号的中嘉台湾电影新闻，咱再会。